吸電子煙係指使用電子煙，又稱電子霧化器 vape， 係一種電池供電嘅裝置，睇起嚟好似香煙、雪茄、煙斗、熒光筆或者隨身碟。電子煙係將液體化學物質加熱，製成氣溶膠、薄霧或者蒸汽，然後供使用者吸入。非法電子煙含有超過200種獨特嘅化學物質，包括危險物質，如用於製造工業膠水嘅甲醛，常見於除草劑嘅丙烯醛，以及如鎳、錫、鉛等重金屬。非法電子煙嘅煙液通常會添加香料，聞起嚟同嘗起嚟都帶甜味。澳洲大多數嘅非法電子煙都含有尼古丁，即使包裝上標示不含尼古丁，而尼古丁係會讓人上癮㗎。吸電子煙唔單止對你嘅健康有害，仲會影響你身邊嘅人。戒煙可以保護身邊嘅人，避免吸入尼古丁同蒸汽中嘅有毒化學物質。如果你習慣喺屋企吸電子煙，戒煙對你家中嘅兒童或青少年有極大裨益。戒煙通常需要多次嘗試先至能夠成功。戒煙支援服務已經證明可以幫助戒掉電子煙同香煙，並保持戒煙狀態。戒煙嘅方法有好多種，好多人發現多管齊下效果最好。選擇適合你嘅方法，了解詳情或尋求戒煙協助，可瀏覽health.gov.au/giveupforgood/translated。